我是陈宗良，你即摆收看的是公视台语台报道高压丁。照光是灯的主要用途，毋过伫咧古早人的心目中，毋是干那安尼尔。迄阵我无电的啦，去摇烧金啦，软电卡咯，啥就是含电嘛。去夜电哦，烧去哦，大家就欢喜哦。哦，出电了，出电了，哦，出电就哦，新加坡了，新加坡的意思啦。以前的人平常时靠灯来过日子，过年过节就爱点火灯来斗闹热。我做个国产国赛的，我这个就是较简单的啦，人就较麻烦啦。我觉得这爱做嘛，国安的过安尼，正手较济啦，了后这手就较无咯。过国安后，这个镜头边啊哩。无论是对新年的期待，也是对生活的愿望，都透过火灯来甲表现出来。啊，花灯的物件就是讲一项动物。一项物体甲固做灯，啊，故事来甲固做灯，叫做花灯嘛。时代伫咧变化，火灯的造型嘛对咧变。今仔日，咱就透过一个一个的火灯来甲你讲台湾火灯的故事。咱拄则呢，伫咧即个 VCR 内面吼，听到老师伫咧讲，伊讲吼，以早咧上元的时节的时阵，大家去软灯卡求添灯。其实即句俗语吼，较正确的讲法应该是软灯卡求 LP 吼。不过呢，咱是节目啦吼，所以讲一个较文雅，其实意思拢共款。当年咱台湾的灯会吼，拢是办甲遮尔闹热，啊，大家拢会烧酒来去看花灯呢。今年的灯吼，到底有偌尔水，增加有偌尔闹热。但是因为吼，伫咧原来即个以前的社会吼，来去想灯，其实甲添灯嘛是有关系。我想吼，毋若是干那像灯甲灯这两个字吼，共音之外呢，其实吼应该甲灯。互咱一款公民的迄个印象吼嘛是有关系，所以讲咱今仔日呢真欢喜吼，嘛真荣幸会较邀请到咱在地电动火灯的师傅的老师吼，啊个文书工作者来甲咱介绍有关于即个火灯的代志。咱首先呢，先来欢迎到咱的电动火灯的师傅，咱的老师颜三泰老师。我是颜三泰吼。啊，个有咱的文书工作者蔡香伦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蔡香伦。啊，讲到灯吼，我就想到讲，咱即个高压灯吼，是咱的节目的名称嘛吼，就是咱的号名报道高压灯吼。啊，到底吼，即个什么款的灯吼，叫做高压灯哈？我细汉的时阵，这个拢讲即个灯叫做高压灯。哦，所以讲只要是即款的灯叫做高压灯，叫做高压灯，无迄个火灯这个名称。无火灯这个名称啦。尾啊开始做一只鱼啊，做一只虎，做一只。我知，因为吼，即个原本叫做高压灯，但是有火用完了后，所以叫做火灯。对，会使安尼理解，对啦。啊，无早期是干那安尼尔，啊个简单做，啊大家出来算算尔。即款挂伫庙的即个高压灯啊，是啥物时阵才会摕落来？庙的伊会挂迄个大灯，迄是写伊的姓号。是。哦，啊，咱若着炉主，咱会写咱的名。哦，然后我天上圣庙的炉主今年，哦，什么年的炉主，你会写什么年的？啊，迄个灯是要你摕，你着炉主你是摕到恁兜服侍伫迄个公妈啥种神明的头前，公妈厅关灯遐。是。等下到你写啉了后，迄个物件你才去化掉，啊，得换别人做安尼。所以讲，咱大家若是看到讲迄个街仔路上啊，街仔路顶，若是看到讲人咧厝内吼门口有挂灯，啊，迄时间到啊，伊一直放伫遐吗？伊敢有可能讲爱摕落来，还是安怎？即伫阮去搭遐吼，阮北港的例是安尼啦。伫迄个3月19，阮北港咧料景的时阵，伊会先摕落来，摕出来料景。是。啊，料景了，佮摕倒。啊，等下过路的时阵，吼，啊，才过路了换别人的时阵，伊才化掉。啊，换别人佮开始，佮做新的佮开始安尼。像中灯啦，哦，个西灯。西灯啦。西灯的顶头，阮母灯咧用的。伫队伍的上头前就是西灯。西灯。啊，有人讲兔灯。顶头伊的部分，伊会较用得较水。啊，会做吼，就用玻璃边啊，啊，过来就是伊顶面就画一寡
更较水啊，装饰会更愈漂亮。是，伊的写因的顶头的名称伫悬顶，迄个就是讲咱讲西顶啦，西顶啦。啊，我看这拍嘛已经真有历史啊。这把顶是超过50吨。50吨，半世纪。半世纪有。伊迄材质是以前是用竹啊，落去经的，落去拔的，啊，再搭迄个西布落去，啊，再去剪贴迄个名啦，吼，迄梅兰竹子会元素起哩。西顶就是迄个西啊，迄个西，唔是西边西边迄个西。连到尾也变西边。所以讲写唔对，就是正确的字，迄个西顶是讲咱芳西迄个西，啊，就用西啊，因为是西啊布。那厝的大部分咱咧讲拢讲天公顶，是，下头天公、玉皇大帝，啊，再来三官大帝，是，啊，就是迄是叫做宫顶。宫顶，迄个变成宫顶，宫顶就是用六角的，吼啊一般咱迄支条啊嘛做六角的，或者六角条，啊六角钉，还有东西南北天地，代表六合，叫六合啊，六合，对，代表东西南北天地拢全部包含起来。啊那一般咱厝都比如咧用大钉，哦大钉就像阮北港有一个传承第6代，这迄就是。用竹啊来编的，啊编起来挂啊钉啊，迄这都传统的，迄国语讲灯笼啊，台语叫做挂啊钉。挂啊钉，啊嘛有人讲钉覔。钉覔啊，啊这敢会讲收起来着？这当剪开吼，剪开个圆圆吼，然后就一个雨伞，迄个洞啊，怎个洞？哦，所以讲线顶唔是讲像雨伞形，是讲这个钉的迄收起来，甲放出来，甲放出来迄个形安尼。啊西啊，我听讲吼，咱头拄仔讲到迄个几钉几扣对无？啊钉就是讲查甫囡仔，啊扣就是查某囡仔嘛。啊但是我有听过讲在点半钉的。早期吼，庙的要落去扣钱，要甲砖头扣钱，你个讲啊，恁兜几钉？啊，查某算半钉，啊，两个算1钉，安尼啦，无爱去甲局限去变扣迄个意思啦。哦。算讲查某2个算1扣，算1钉，算1钉。啊，查甫一钉安尼。可比咱去弄球卡对无？啊，要去求 LP 嘛吼，就是啊，比如讲就是求查甫的嘛。对。啊，万不一啦，万不一，我今仔日即抓去弄球卡。哦，啊，明年到了尾我生出来嘛是查某囡仔，安尼啊变安怎？啊，迄个钉爱搁行嘛？无啦，唔免就是迄唔是安尼讲啊，迄是讲你已经有死咯，迄个互你足大的满足咯。啊，你原来是爱去行愿，啊，期待来年会当互伊搁添钉安尼，会当搁求一摆，搁继续安尼。所以以前的人拢一直求，若无查甫囡仔，搁一直求安尼啦。所以我知咯。唔管查甫查某啦吼，虽然讲合作钉甲扣啦，但是事实上吼，只要是人拢合作钉啦吼，只是1钉甲半钉的差别。啊，2个半钉加起来嘛是1钉啦。所以讲2个查某囡仔吼，嘛比1个查甫囡仔来用安尼迄个意思。所以讲咱今仔去弄钉卡啦，其实吼唔是干那去求 LP 啦吼，有影是咧求平安，有影是希望讲这个人丁添旺。所以讲咱会当厝内添丁是家人加福气啦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多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疼一世。水仙阁、冈山楼，这个曾经伫咧台湾历史真请雅的酒楼。你敢知影讲，伫咧迄个时阵，因有偌尔啊热烈？包厢就是安尼，隔一间一间，用房仔隔起来，内底有小食、坐台、杯酒安尼。锅仔顶来笑光，你敢会记得讲，你是当时开始去公园啊看电动花灯？伫迄个3月19，阮北港咧廖景的时阵，伊先起来廖景。曾经有一阵伫咧台湾出世的人，就是讲家己是台湾人，伫咧战后煞互人叫做是日本人。80年来，伊心中所思念的拢是台湾。伊就吼为迄土画咧，啊，就一面画一面哭，要炸转去日本。就问伊讲，啊，你伫台湾拢总住偌久？伊讲9年。台湾400年的历史中间，曾经有发生过几落摆的大瘟疫，影响咱台湾人的生活习惯甲文化发展。你敢知影迄个时阵有偌尔啊严重咧？每礼拜请准时收看《报道歌丁》。有
影咧，咱现主席吼，伫咧现场看到这只鸟鼠啊，我咧吼，我咧上鸟鼠啊，吼，是咱较熟悉的这个主题灯啦吼。啊，咱台湾的这个花灯吼，其实吼，甲中国较无共款，对无？虽然讲咱甲泉州啊，即有共款有一款较类似的这款灯的形式，但是咧到到台湾以后，咱有家己的发展。啊，这是什么时阵开始，咱的台湾的特性吼，伫咧这个所在开始发展？北港朝天宫吼，伫民国55年的时阵举办这个全国的电动花灯比赛，是，嘿，啊伊嘛有办这个小型花灯的这个比赛，所以讲较早囡仔的时阵吼，阮拢囡仔拢会伫校做这个歌仔灯比赛，啊出来赢。是。啊，那咱这个铺吼，每一个铺吼，也是里长伊会捡这个灯口，啊出来办这个电动花灯。是。我全盛时期从迄阵开始，咱北港咧办这个电动花灯大概有10几遍，我这就是带动一股风潮。啊，互北港做电动花灯的老师吼，因会使有一个机会，会使去呈现出来。是。啊，这迄个年代大，咱台湾嘛慢慢经济咧起飞，所以讲咱的一寡电动花灯这变化，煞会使比较早的更较进步。啊，较早花灯大概有一般的小花灯，啊个中型花灯，啊个大型花灯。是。啊，北港上有特别的就是这大型花灯。大型花灯大部分拢是剧情式的花灯。哦，有剧情的。剧情的，啊，就甲咱庙内底一寡戏出啦，伊就甲做教宗教孝的故事啦，吼，比如孟母三迁啦，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啦，哦，梁山伯与祝英台啦，吼，邯郸点赞红国，嘿，这种故事，哦，啊，甲呈现出来。啊，这剧情哦，其实有静止的，啊嘛有迄款分镜式的，比如孟母三迁，伊就甲你用灯自动去闪。让他说哦，妈妈伫倒咧咧教，这叫做分镜式。啊，较早阮囡仔咧看，佮看迄传统的，就是较特殊的，像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。万里长城。啊，阮伫戏台顶做这阵哦，就是爱看这个明经理吼，伊去唱口条啊，对吼。啊，这个要做吼，所以讲较罕咧做。啊，恁花灯要做这出，要做这出头啊，啊是安怎去甲装啊？因为迄万里长城这尔长，对无？啊，你无甲咱讲者，讲伊伫甲戏台顶做有啥物差别？戏台顶当然是用唱的，用表示的，用唱较紧。但是这个庙经理吼，伊会行出来到长城外口遐，吼，啊，即摆跪落去，这个人物会做甲会当跪落去，机械甲设计会当跪落去，啊，开始哭，开始哭，跪咧一直甲拜，一直哭，哭啊，长城转场公转放去，啊，放去的原理就是利用迄个震动的原理吼，转。甲海河倒落去，甲海河倒落去了，啊，因为迄个悬顶遐有迄个牛迄个歪仔索，即摆看了，啊，即摆人说民经理佫起来，为内底咧去，再佫牛起来，伊迄阵会有一个布幕扎起来，布幕先扎起来，啊，再装啊，再石头，伊会佫甲牛滴起来，佫刮倒转来。啊！你看，你是看袂到讲，伊个安怎复原的？是。啊，即摆这拖出来，迄个布幕佫扭开了，即个明经理才佫出来，这是一个轮回啦。所以到一直搬啦，一直搬这个轮回，这过程差不多伫咧3-4分钟。够大嘞，够大嘞。伊迄个配合音效啦，伊只要规咧开始考就开始雷公死来一直弹吼，个迄个响砰一下，就刷做迄个。我你才做到帮伊安尼。是哦。即摆是自动控制。这拢是自动的吗？哦但是所以讲，伊这个病都要大概真大对无？对啊，一般这个病吼，上少拢有超30-40台车。哦，是哦。啊，悬超有超15台车。对嘛，因为伊长城爱倒去啊，对无？倒去啊。啊，这就是时代咧改变，伊其实着甲阮北港的跩工艺迅速甲提升起来。比如伊内底。电动花灯内底主要就是木工嘛，啊，再来是机工，啊，再来就这个彩绘，哦，啊，纸塑，哦，等等跩工艺老师都聚集起来，啊，去甲呈现出来。啊，讲吼，细汉的时阵啊，有看到迄个庙的哈，有一款物件，这就是这啦，这叫做走马灯，对无？这就是电动的会叮当的吼，这老师你甲咱小解说一下。这个是民国54年，阮全省花灯。朝天宫举办的全省花灯比赛，阮老爸得头名，啊是有一个迄个店家出钱吼行愿的啊吼，啊这内底这个汤吼，这内底拢会走会洗啦。这3站对吧？哎，唔拿3站哦，1、2、3、4、5站，5站拢会洗。
伊这迄阵做了足精致的，嘿迄阵的钱我会记得，阮老爸捌甲我讲过开超7000块。 7000块，伫咧迄个时阵然后哦，迄阵大衣咧。迄阵一个公告人员超700块一个月，啊，10个月薪水做一100点。个月的薪水做超700，啊10个月的薪水做这。啊，所以这个当时这物件足侪拢是电火是拢为日本摕入来。日本来。迄阵还无迄个细拍火，细拍的电火足少的，是啊，拢为日本摕入来。是。我也阁有印象，伊讲吼，迄拍做了足水的。是吼，所以讲这内底拢有故事通好讲，拢有出头通好演嘛。除了这人吼，这走马灯以外吼，我有看到这，像讲这个故事啊，哦，这是讲孙悟空大战芭蕉洞，对无？对。啊，这款这电动花灯，这差不多是什么时期咧做？这超伫个民国59年，迄阵做。哦，你看，像讲咱讲到这注重教育这件代志，这名流3000对无？咱囡仔、大人囡仔咧看花灯的时候，会甲囡仔讲，这个故事是安尼看的来源。吼，咱这个故事呢，这内底讲着讲，这个名流是安怎去甲伊教育伊的囡仔吼。这个是什么时期的？差不多59年迄阵。伊迄阵住伫蒙阿坡边啊，囡仔就去学人出山，学人出山。哦，啊，这伫个猪肉店伊就去学人抬猪，哦，啊这到尾啊写过来到这学堂遐，吼，学堂内底就是种教育。教育性质，看这个花灯的过程中间，佫会当甲囡仔讲故，而且这个讲故事的内容呢，拢是甲教育有关的。这就是环境剧场啊。虽然讲是规个是一个故事，但是这个所在讲起来了后，咱就先讲这个故。啊，这个讲灭起来了后吼，啊，再佫讲起来，一幕一幕安尼故事讲好煞。早就已经有啊。早就已经有。啊，是到即摆无啊。嘿，咱吼有真侪宝，咱拢就是讲外口的较好，其实咱家己都拢早就有啊。早就有啊，咱真后变起来。这条吼，我来甲讲真趣味呢，这现代吼，真现代，这都伟大领袖。这个蒋介石。啊，现在有这款花灯啦。啊，这个是迄阵迄个反攻抗日的时代的氛围啦。啊，所以我呢为着要普政府歌功颂德，迄个意思啦，爱国啦吼。啊，你迄阵的抗战无简单啦。哦，拢啊变变激起爱国的情操，是吼，都爱国捐献，捐献安尼。大家都是迄个时代大汉的嘛，咱去理解讲迄个年代吼，咱去做即款的，算讲是应付啦。领导的人是啥物人，但是咱主要是爱台湾这件代志。这个蒋介石蒋介石个爱个用伊的形象来个雕塑伊的。脸谱哦，这无简单的，做了无成可能讲，做了无成可能讲有麻烦。做了无成啊，袂使咧。是啦，所以讲这嘛是考验咱这艺术吼，在这技工的吼，算讲无简单的。唱歌嘛是话，即摆关起来了。歌星换一个，啊，佮开唱一条，佮另外唱一条。综艺节目去看。暗会迄款的。暗会迄款的嘛是有啊。比如讲，这个歌星出来了后，就放夜歌呢。啊，换另外一位出来就换另外一个歌。迄阵拢机械式的，毋是即摆电子式的哦。迄阵的机械式的方式，咱有法度咱甲设计甲安尼哦。是已经是感觉是足无简单的咯。哦，这款电动的啦。机械啊，算讲是咱台湾的特色，像讲这只一直叮当。我细汉看这吼，拢足惊的，因为会加人呢，迄感觉真嘅共款，而且佫足大只。应该这个是用伫水晶宫也是龙宫内底的建啦。哦，一部分啦，一部分啦。齐天大圣大闹水晶宫，啊，你个会当用这个水族的物件，甲放伫内底，啊，甲表现出来。是，所以这个物件。拢会当利用伫迄个水族的迄个出头内底。你讲今仔去看迄个水族啊，可比讲水晶宫内底啊，八仙过海啊，啊，迄个毛蟹啊，吼，啊，个迄个金马啦，这物件，虾啊啦，比如讲今仔去看的时阵，大人会甲伊解说。我感觉这有若是感觉看水啦，其实吼，迄教育的成分嘛，真重要。但是吼，我感觉讲真遗憾呢吼，因为即马咱真罕的去看到讲即个电动的，特定的时期啦，可比讲马祖星啦，吼，朝天宫才有啦吼。但是一般的时间，像讲我住伫咧北部啊，以前我若是咧元宵节的时阵，上元的时阵，我就足欢喜的讲啊，爸爸妈妈要带我来去干豆宫去看干豆妈遐花灯，但即马电动较无呢。花灯是为内底倒出来，是，就为内底倒出来。啊，电动花灯一般是为外口
照明入去。是。啊，电动花灯伊会使变化会搁较济。一般的花灯像即马咱台湾的迄灯节有，伊是愈做愈大尊。啊，甲较早的味拢走去，较无啥相像。啊，但是若讲较早，阮北港就是用这电动花灯吼去互跩，因为剧情式嘛，就会互游客产生伊想要去遐看。所以讲较早人咧看花灯，来北港看花灯哦，伊拢徛伫遐看一个剧情，看要5分钟。哦，比如讲，我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，你在底下看孟姜女绕着那个长城走一圈，然后来到遐的时阵，伫长城遐较好底下跪了，啊底下靠，然后。当时那时候也有音效，比如说利用打雷啊、闪电啊，用个灯光，啊，就符合那个情境。互你这个参观者在你内底讲，我来这里看这个花灯是足期待。所以讲，较早北港花灯啥定拢感觉讲会塞车，就是因为足侪人会坐伫徛伫遐咧看这个巨型式的花灯。啊，咱看这个人吼，这个有这个叫做游览北港朝天宫参拜纪念花灯大会相片吼。啊，这内底是都咱拄则讲到迄个纪念册嘛。对对。比讲咱去看啊，比讲有这个相片来做纪念。啊，以前翕相机无法方便啦，是啊，所以拢会翕一寡迄个相簿，等下卖就对啦，互你有人纪念。所以讲这毋是家己翕的，这拢是伊遐要翕变的。这拢是北港块专业说，甲迄算讲翕相馆翕的。你看这个出头吼，迄吴王伊西施啦吼，啊像讲这个赵王看记啦吼，汉江关啦吼，啊搁有这个三桥基宴啦，哇，有影咧。恁这做了后吼，阮这戏班吼拢休困，拢免做。这台顶其实做的这个物件吼，拢是甲阮传统戏曲内底迄个戏出是拢同款对无？其实甲咱庙迄戏出吼，同款意思。同款意思。伊就甲迄个戏出刻出来变得较立体化，较好电动花灯。是啊。啊无古早若咧看花灯，其实拢从北部就要来干头宫看。是是。啊，若南部一定拢去北港朝天宫。但是早期其实是拢甲北港有呢。是。啊是尾啊，因为咱严老师因爸爸迄阵啊做真大，啊尾啊愈做连台北干头宫嘛邀请因爸爸来做。因为尾啊台湾灯会了，啊大家做花灯愈做愈，啊个人变灯光效果很漂亮，然后一些。技术越来越好，但是变成传统的，像这种用机械式的，却忽略掉它本来的这种技术。是。啊，其实要做电动花灯，伊必须要真侪老师去做的，木工啦吼，咱这彩绘等等，这所有老师拢甲聚集起来。是。啊，因为这种爱必须要真大财力靠落去甲扶持出来。啊，阮这几年其实阮北港伫咧举办这个向龙灯会，阮有去邀请这个老师继续甲这个小中型的电动花灯甲恢复起来。我伫北港嘛办了真好，这几年、这6年来，阮北港的航龙花灯，这个电动花灯嘛有咧甲提倡出，啊，希望讲会使互更较侪咱的台湾人来看这个传统的花灯，啊，甲这个电动花灯甲恢复起来。哦，咱今日呢听2位老师吼来甲咱解说着关于着歌灯、宫灯吼，啊，有花灯的一寡差别，啊，有一寡重点甲内容吼。我感觉讲大家拢已经真为吸收啦吼。啊，咱现场哦，这拍宫灯老师敢若特别有制作吼，内底有鱼。这个鱼是迄个年年有余的意思啦。哦。啊，这葫芦寿啦，吼，这边葫芦寿。中有提名，宝岛歌灯，正港的宝岛歌灯就是安尼。哦，有影真感谢师傅呢，今日佫精心来甲咱制作这拍歌灯吼，有影是代表了咱宝岛歌灯哦，是咱的传家宝哦，感恩老师呢。宝岛歌灯用俗语参考书甲乡亲来博感情，唔通袂记咧后礼拜，请继续收看咱宝岛歌灯。